兄弟平安，这是咱们古营今早起的朝阳礼拜。咱来吟圣诗101首，救主国外早起吟全首，请起立。请坐。这时，咱来启用启文第6篇，我来启，兄弟来引。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州圣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多谢。去缀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嘛毋敬拜因的神明。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
你顾守我应得的份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你是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你伫我的正边，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嘛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撒伫阴间，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做声你会是我前的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有永远的快乐。这是咱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捌讲，上帝疼世间人，赐伊的独生囝互阮，互要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远的活。阮深信，耶稣基督的降临是为着世间人的罪。阮就是即种的人，主，阮家在有耶稣，互阮做模样，互阮伫人生的路站的时，无论拄着啥物是好的，阮欢喜；是困苦的、忧愁的，阮嘛欢喜，因为凡事拢有真好的祝福。主，阮感谢你，伫个透早的时，阮来到正殿，阮用我欢喜的心献互你。阮一生嘛要跟对你，伫遮我们听牧师甲阮的分享，请你安静阮的心，安尼恳求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是咱来看圣经。圣经伫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到第9节。礼拜日透早，天也未光，莫达拉的玛利亚去墓地，看到墓口的石已经刷开，伊就行去找西门彼得，搁去找耶稣所听迄个门徒，甲因讲：有人将主的墓来刷走。我毋知应该伊囥伫倒位。彼得甲迄个门徒就去墓地，两个人做伙行。迄个门徒比彼得行较紧，先到墓里。伊压落去看墓内，看到幼麻布囥伫遐，毋过无入去。西门彼得随后嘛到，入去墓内。伊看到幼麻布囥伫遐。嘛看到包扎耶稣头壳的巾，无甲幼麻布囥做伙，更伫另外囥。先到墓，迄个门徒嘛入去，看了就信。因也未了解圣经的话，讲伊一定着对死人中搁活。和合本再念一次。7日的第1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看见石头已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里把主移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了坟墓，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在一处卷着。然后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他看见就信了。
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的意思。这是咱要听牧师的分享。弟兄姊妹平安。今仔日有人伫咧透早，应该讲搁较透早吼，你讲半暝，去互地动叫醒。我毋知影讲拄好伫咧即个过活节，吼，这真正是过活节早起地大震动，吼，迄款安尼景色，互咱会通搁一摆搁较去感受到迄个主国活的迄款安尼，吼。搁一摆来受叫醒，互咱爱警醒，吼，主的日安尼已经到。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时刻。天也未安尼讲，咱台语讲叫天铺光啦，吼，天铺光，吼，那光吼，遮拄好要进入，黑暗拄好咧退去。蛮符合今天早上地震的时阵的迄种感受。多咱咧领受的即个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内面讲7日迄落第一迄落清早吼，也就是讲礼拜日透早天还未光吼。莫大利亚的玛利亚来到伫即个坟墓伊毋是带着一个安尼欢喜的心情来，伊是带着痛，嘛带着哀伤来到伫坟墓。咱做一基督徒，咱已经有经历过活节，所以咱来到伫即个过活节清早的时阵，我毋知咱是用什么款的心情来到伫礼拜堂。但是当这时玛利亚伊是带着痛，佮带着哀伤来到墓，因为伊所疼的耶稣已经死，但是无拍算伊看见迄个石头已经向山走，向山开去，所以伊赶紧的走去甲门徒讲有人安尼将即个主的墓山走吼。我毋知影因甲伊藏伫倒位，即句话真实，毋知影。这是人安尼面对着死亡，也是讲失去，是踮伫咧迄个困境的时阵，安尼会通讲上深的迄款感受。什么款的感受？毋知影迄个安尼未来要怎样？毋知影上帝到底伊咧做啥物货？毋知影为虾米会发生安尼诶代志？今仔日检测咱中间嘛有人伫咧毋知影诶内面，毋知影咱诶家庭诶状况，毋知影咱身体诶软弱，毋知咱诶服侍诶迄个瓶颈，毋知影咱诶人生诶方向。但是过活节的信息，毋是干那对迄个，伊毋是对迄个迄个知影开始，咱是对迄个毋知影来做开始。咱伫咧毋知影中间，咱到底要怎样？经文内面甲咱讲，玛利亚走去找彼得甲迄个门徒，煞接迄个彼得甲迄个门徒嘛走着即个坟墓，弟兄兄弟。这是一个真要紧也真重要的，就是咱伫咧面对毋知影的时阵，咱到底要怎样做？彼得甲迄个门徒，因选择一个无共款的，因用走吼，因毋是停伫咧迄个毋知影的内面，伊是用选择用跑吼，用走的吼，毋是用行的哦。听讲今仔日。咱迄落爱玲姐用行的吼，行20分钟
来到礼拜堂，彼得甲着迄个门徒是用走的，走来到迄个主的坟墓遐。信仰毋是等到咱明白才有行动。信仰是伫咧咱抑阁犹原毋知的时阵，咱就选择，是讲咱伫咧无明白的时阵，犹原来主来跑走。所以今仔日咱有可能咱犹原抑阁停留伫咧毋知影，但是毋知影讲是安怎上帝乃也未成就？为虾米会问题也未解决？为虾米咱的祈祷那像无得到回应？但是过偌济会早起要搁一家来提醒咱的是，咱毋通停伫咧原地，不要停在原地，乃是爱走往咱的主。信仰毋是伫遐安尼，咱敢若犹原停留伫咧咱迄个毋知影，乃是咱伫咧毋知影的中间，咱要来走往咱的主。诗篇118篇内底甲咱讲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因为就算讲咱毋知，咱犹原选择欢喜快乐，咱选择庆祝。因为咱伫迄中间，咱要伫迄中间来去对毋知影，因为咱走往咱的主，咱要来安尼来欢喜快乐，是因为咱就要伫咧迄中间来看明白。所以咱会通伫咧毋知的时阵，犹原起来来咱的上帝来走往咱的上帝走往咱的上帝了后，咱就会通看见。约翰福音安尼伫咧甲咱讲，迄个门徒，也就是约翰，伊先去到伫即个墓里，伊额头伫迄内面看，后来伊无入去伊敢若额头看。后来彼得安尼随后对后来，咱会通知影彼得年纪比约翰较大，所以有可能即个较少年的走较紧，走到墓前。但是彼得伊是一个安尼讲好胆，伊就安尼走到墓就入去到即个墓内底，伊看见着即个幼地步安尼搁放伫咧迄个所在，但是遮一个真要紧，有一个字真要紧一个关键的字叫做啥？看。伊毋是敢若凭着迄个感觉，因开始去看见一个事实，迄个墓是空的，即个咱讲裹尸布，迄个幼地布真完整放伫咧迄个所在，佮耶稣的身躯无伫咧迄个墓里。这毋是一个真混乱的现场，这是一个真有秩序的一个咱讲的见证。所以弟兄兄弟，咱的信仰毋是盲目的上帝互咱看见，互咱伫咧迄个规个迄个过程内面去看见伊的作为。检在咱有真侪咱的毋知影，但是伊却是互咱伫咧咱所经历的迄个过程内面看见。上帝互咱现在检测抑阁有真侪毋知，但是当咱继续安尼持续来亲近咱的主、咱的上帝的时阵，咱就要开始来看见，看见上帝的手其实一直咧带领，看见上帝的时间，伊其实是无迟延的，看见上帝的应允都要长咧成就。所以耶利米书第31章内面讲，我用着永远的听、不变的听来听你，我要永远用主爱来对待你。伫即个所在，当咱咱的主来安尼走咱的主的时阵，咱就要慢慢看见，原来咱的主伊一直拢伫咧。因为咱的主伊早就用应允，伊要用不变的听咱，伊要用伊永远的主爱来对待咱。所以
咱虽然咱有真济毋知，但是咱的主伊却要用着伊的不变的听来听咱，互咱伫咧咱安尼经历的过程内面来去看见，来去知。真济时阵，咱想要超越咱的主，所以直到咱走伫咧上帝的进前，直到咱啥物货拢毋知。但是咱若欢喜伫咧毋知影的过程内面，咱欢喜来跟对，咱就要看见咱的主伊的作为。所以有当时咱若咧毋知影的时阵，检查咱所以需要停下一下脚步来看讲，咱是毋是走伫咧主的头前。看见了到底会通有啥物款会无共款？伫约翰福音，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面，第20章第8节内面讲安怎？因讲先到望的迄个门徒嘛入去，看了就信。请咱注意这个次序吼。伫咧迄个经文内面因是对迄个毋知，后来走远望呢，搁过来就看见了呐。就来信。伫咧迄中间，刘兄弟，信心毋是突然间安尼出现的，乃是是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来被建立。所以咱无停留伫咧毋信，咱嘛无停留伫咧讲安尼敢若安尼，咱像有走进前。结果咱无伫咧迄中间，无去体会着，无去甲主相拄，无去甲伫咧迄个咱的生活、咱的日常经验内面去经验着咱的主，去看着咱的主。咱是伫咧迄个，咱需要安尼对迄个毋知，搁过来爱走咱的主，搁过来去看着了就应该爱来相信。迄个信是伫咧迄个安尼对毋知了开始来被建立的，所以伫咧第9节内面继续伫遐安尼来讲因犹原毋知影无明白讲因也未了解圣经讲的话，伊讲伊一定会对世人中国话即句话，这是一个真奇妙的一个的写法讲因已经信因已经信但是却犹原无明白这就是一个信仰的真实的样貌。咱无需要完全明白，咱才来信。咱会通伫咧无完全明白的中间，咱用选择相信。哥罗西书第3章来提醒咱讲安那，伊讲既然恁已经安尼甲基督做伙安尼国活，就追求天顶的事，因为恁已经死，恁的活命甲基督做伙稳重伫上帝内面。华语说什么？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的里面。伫这个所在，一个真要紧的，咱是已经迄个死是咱迄个旧的人，甲着基督同死。当这个时阵，咱甲基督同国活，所以国活毋是一个历史事件，国活乃是咱现在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咱所活出来迄个生命的状态，是迄个国活的基督的迄款安尼的生命。所以国活的早起，咱是要对迄个毋知，一直到咱。安尼得到迄个新的生命，迄个国活节早起是一个象征，就是咱要对迄个黑暗的过去即个时阵，咱有一个安尼光要安尼渐渐来临。所以诗篇118篇内面，甲咱讲耶和华的迄个是咱的快乐，咱要唱歌来称赞，伊要甲咱解救。所以国活节要甲咱讲一件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咱毋是失去，失去毋是迄个结局，
咱伫咱的面对着咱生命内面有侪侪或者的挑战、遮的困境，咱无伫咧迄中间停留伫咧迄个所在，成做咱的结局。哦，失去毋是结局，死亡嘛毋是迄个终点，毋知影毋是绝望，乃是上帝在咧做新的代志的开始。所以耶利米书第31章内面甲咱讲迄个安尼，迄时查某囡仔要欢喜跳舞，我要因为因的悲伤来变做欢喜。今仔日安尼会透早，上帝做一件代志，就是伊要将咱的迄个毋知要变做看见，要搁一摆也要搁带咱来进入迄个相信，最后咱会通活出一个搁活的生命。所以今仔日牧师上落尾要来问咱一个问题：安尼，今仔日咱伫咧倒一个阶段？咱犹原搁停留伫咧毋知影呢？是咱伫咧走的阶段？是咱即个时阵咱有咧看，但是看也未相信？是咱已经进入对主有迄款完全的信？咱会通真实来问咱家己，安尼咱到底现在咱是犹原伫咧迄个毋知，还是伫咧走，还是咱即个时阵咱已经学习开始来相信？毋管咱伫咧倒一个阶段，国外的主安尼拢伊拢伫遐咧安尼等待咱。迄个今仔日的早起，咱的主伊的梦是空的，但伊已经过啊。所以咱会通放心，咱的迄个未来伫咧咱的主、咱的上帝的手中。咱的问题，伊早就已经安尼讲赢过。咱的生命有新的迄个开始。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安尼伫咧即个国活节的早起，咱会通搁一摆透过约翰福音第20章的即个思考，咱会通搁一摆来深想。安尼，咱跟对主，咱伫咧倒一个阶段，搁咱有安尼确信，咱的未来是毋是伫咧咱的主的手中？咱所拄着的问题咱有确信，咱的主已经安尼赢过，你的生命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为着世间人做。安尼降世诚做人的主，你为着承担世间人的罪，被钉伫咧十字架顶受死埋葬。主啊，这毋是结束，因为你有过我，伫咧即个黎明的早起，阮搁一摆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感谢你有对死过活，带来新的生命，甲着盼望。主啊，阮承认阮家己时常活伫咧毋知影的中间，毋知影头前的道路，无明白你的作为，心中充满不安甲犹豫。但是今仔日，主你的话搁一摆提醒阮，就算无明白、毋知影。阮犹原会通来主你来奔跑。主啊，求你，互阮有安尼勇气，伫咧即个困扰的中间，犹原亲近主你。互阮的目睭看见你已经动工的迄款安尼的记号。互阮安尼有对主你来迄款安尼的信心，伫咧安尼还未完全明白的时阵，犹原选择相信。阮国活的大权能来更新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甲你会通同过活出一个安尼有属上帝、属天的迄款安尼愿望甲欢喜。主啊，互今仔日的清早，诚做阮生命的一个安尼转捩点，会通对行行一直到平安。对犹豫到信靠，对死亡到安尼生命，阮会
会通安尼活出一个有助力搁活的款是迄款安尼的性命。安尼祈祷是奉安尼赢过死亡权势的主耶稣基督宝贵性命祈祷，阿免。咱来吟圣诗104首，耶稣真正是个活，吟全首，请起立。耶稣真正是个活，哈利路亚！你在世人团对看，哈利路亚！咱少年时出多少，哈利路亚！路救主大出名，哈利路亚！流水公路大水正，哈利路亚！为了最爱卖主太阳，哈利路亚！小罪一拜就千草，哈利路亚！耶稣永免可受苦，哈利路亚！基督应是救灵魂，哈利路亚！咱人可以免沉沦，哈利路亚！救主讲话应好吗？哈利路亚！替咱归路到路远，哈利路亚！耶稣正做咱的头，哈利路亚！救主先去咱也到，哈利路亚！是当我当秋天，哈利路亚！眼更尊贵万万里，哈利路亚！请坐。咱来看第4页，有一个圣经节，咱同齐来读马太福音第28章第6节，请。伊无伫遮，照伊所讲的，伊已经过我。还有华语本，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阿门。节目牧师有什么报告？好，咱会有早餐。哦，等一下有早餐，我们大家可以来享用。此时，咱来吟上吟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吟山请牧师。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互阮入去。
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以是朝阳礼拜到这结束。